娘爹们对，娘给，哈哈哈哈哈！觉得可不多的对的，他就娘家的机会一下，哼，觉得那么远俺就这么3年了，同情7个月了，他觉得都对的，看这么多啊！你这不适合，你同情几个毛钟，堂户的，觉得让你这个谁的啥过来，你不的，给你这些必须钱的，觉得想真的，觉得300觉得修行什么多哎啊！我写死，哼，没的说的是这边呢，这没的给咱们接不了，这没的真叫接不到接不了，先买到亏是买不到，吓人！觉得不该讲了，不该咱们去，好口子没？哈哈哈哈！